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仔日节目，我是赵博斌阿土啊。观众朋友，今仔日咱来讲疫情，主要3项代志。第一，虽望咱重症率无变，总是中重症的患者对着确诊者来增加，未来确诊搁再增加，尤其即马集中伫湘北的状况，咱的医疗量能敢会堪得？第二，出现有新孕的妇女重症死亡的案例，确诊了后看诊摕药啊，咱大家拢足关心。咱看到陈文茜甲医生针对这件代志咧相战，咱需要来澄清一寡信息。第三，防疫隔离的措施搁再放零，具体内容是安怎？如何影响到咱的生活？甲对快筛剂的需求，这个问题，咱今仔日做伙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中央研究院生医所何美香兼任研究员。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英国注册医师叶丁如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今仔日本土确诊是4万人吼，这甲昨来比是小可有降低，这是周末的效应，也是讲咱的疫情有咧转好，咱今仔日要来讨论吼。当这是今仔日嘛有185万剂的 BNT 疫苗到台湾哦，湘北、基隆、桃园哦有8个通路，即马要开始卖这个自费的快筛剂吼。疫情咧滚价，确诊者咧增加，总是咱的防疫的措施渐渐咧放零吼。咱即马看到指挥中心宣布讲电子围篱来取消吼，居家隔离的这个对象吼嘛较减少吼。那用学校来讲，咱看到高中甲国中吼是用这个确诊学生座位4位吼。头前后壁2边，安尼4个车头前、车后壁，搁4个，拢总8个人吼。才有这个隔离，总是这个政策嘛有受到批评，咱嘛要来探讨哦。咱看到家人吼，搁讲快筛剂无够啦，总是陈时中指挥官挂保证吼，讲会传好9000万剂吼，叫地方政府赶紧来讨啦。即马确诊的人愈来愈增加，咱的医疗量能吼，咱足关心的。武汉肺炎的传染病的这个急速吼，7月要来降低。另外，指挥中心嘛估计讲，若是高一日增加10万例的病例吼，就需要15000的病床吼，这嘛要来探讨哦。即马这个抗病毒的药啊吼，干开2000份尔吼，专家呼吁讲应该要有这个提药的流程吼，搁较顺利。咱看到周末有一个有新因的。妇人人吼来死亡，伊腹肚内底的囝儿嘛死亡，医界嘛有来呼吁讲，这个有新孕的妇女吼，爱有更较有路的分流的这个制度。这个问题，咱今仔日拢要来讨论。大先，咱先来看今仔日指挥中心疫情记者会。病例哈，那本土病例有40263名。那境外移入41名，那有12例的死亡个案。如果是确诊者中高风险的，那有一些会到医院去，那有一些会到集中检疫所。那基本上这就根据相关的解隔的规定哈，自然有这些专业人帮你来做安排。那至于在居家照护的哈，7天完之后就自动解隔，那再做自己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那入境的、居家检疫的，现在也开始也是7+7。那密切接触者现在只有一种，就是跟确诊者的同住家人3天的居家隔离，4天的自主防疫。大概8个多月大，未满1岁的一个女童，5月4号的时候有开始出现发烧的情形，有超到39度，也有带到这个大医院的急诊这边去做这个检查，那 PCR 是阳性。那在急诊这边经过医师的评估之后，认为说状况算是稳定，所以先予以返家，发烧继续持续，甚至后续有出现局部性的抽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又再度带到这个急诊来就医，插管接呼吸器来先予以稳定他的这些呼吸、心跳的这些状况。那目前仍然在加护病房当中治疗。好，大先，咱来先请教叶医师吼，咱看到有一个英国媒体吼警告讲，台湾恐惊
会看到这个头前唔捌看过的死亡率吼，当这是这个周末嘛有一个有身孕的妇人人来动静过身吼，咱要请教叶医师，咱敢真正死亡率会提悬？因为咱看到为4月初到即马吼，咱的中重症率是维持无变啦，总是这个警告伊的这个资料是对倒位来的？是会较严重，但是应该是无啥物。无讲加前所未有的死亡率啊，加我是无啥物同意啊，因为伊的资料是用香港的资料来去推估，讲阮台湾是会安怎，但是阮台湾甲香港是足无共的。啊，阮先来看预防射的部分，这是香港咧拄着 Omicron 进前的预防射拍的情形，所以平均来讲是袂歹，但是你看这四大人两剂的人，80岁以上干那30%尔，但是阮75岁以上差不多70%。所以比伊搁较好，好较有较好一寡，对。啊，当然是无纽西兰遮好，但是比香港是好足多。啊，阮过来看，迄香港咧死亡的人的高峰的是咧3月15号，是对。但是因的药啊，到因的香港的时阵是3月14号。所以，迄个因拢无法度使用到这个药啊，算讲是未付得着，拢未付着。啊，阮即马台湾的情形是无共，阮即马有淡薄仔的这个药啊，会使用咧去改这个死亡率的改降较低。所以这两个的比较，我是无赞成迄个媒体安尼讲，对，还是应该爱较详细的来看两个所在的。啥物所在是一样的，啥物所在是无共的，安尼来比较，我是无啥物赞同。叶医师，你的意思是讲，咱台湾若是甲香港比拼吼，客观的条件侪拢无共，亲像老大人的注射率啊，也是讲咱即马药啊、传药啊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比拼可能是无适合，还是讲无正确的比拼吼？应该是无适合。啊，搁有这个人口的密度嘛是足无共的，香港是迄足人甲人是足近的，台湾是你看阮中南部其实是足快，所以足侪这些客观条件是无共的。是，好，观众朋友，咱即马吼来看咱今仔日的中重症率吼，今仔日中症增加106啊，重症增加12吼，咱讲这是。搁再破纪录吼，总是咱来看一个资料吼，咱的疫情吼，4月14号是破1000哦，到23号破5000，27号破1万人哦，啊5月初2破2万，5月初5破3万，到5月初7吼是咱即马上悬的数字，超过4万人哦。总是伫即个过程中间吼，咱的中重症率吼维持伫0.3%左右，即马是悠远无改变。毋过咱看到即2日吼，本土确诊有小可降低吼，咱来请教何美香老师吼。即个小可降低啦，阮拄则有讲过，可能是周末的效应啊。总是何老师顶礼拜伫咱的节目有捌讲过吼，咱因为确诊的人数咧增加，咱的行为模式嘛改变，是毋是即个原因，或者确诊小可会降低？这较歹讲啦，因为过去2天就是拄周末嘛吼，啊，搁母亲节，所以我知影，咱知影讲吼，真侪本来母亲节拢是餐厅拢满对无？但是即马过去迄2天吼，拢甲伊cancel 掉了吼，拢甲伊取消掉了，所以大家处理行为确实有改变了吼。啊，即马这个改变也一定会影响疫情的迄个速度，但是可能无遐紧。咱可能即马看到的这2天较低，可能嘛是因为甲假期有关系啦，因为拜5、拜6礼拜。大家还搁踮咧厝诶，要庆祝一下吼，所以大家就无遐认真来看病，也是无遐认真去共看病啦吼。体检的量能嘛，就较少，对，所以可能是安尼，但是未来是要安怎行吼，爱搁来观察啦。老师对未来有啥物款的预测？因为有专家讲吼，咱台湾的疫情未来虽望会小可搁增加，总是袂成做一个尖塔的形，可能是一个高原，敢是安尼？这吼，咱就来看一下吼，我有一个分析啦吼，因为到底是要安怎，拢是有一寡会当参考的资料对无？
全国所有全世界的迄个确诊的人数，咱因为国家呐人口较侪，人数就足侪嘛，人口较少，人数就较少，所以你一定要改标准化吼。譬如说，你甲算讲100人一天确诊人数是偌济，到现在为止，差不多上悬的平均一天100万人是8000人，就是讲0.8%啦，0.8%。所以咱即马来算讲，咱踮咧台湾咱来甲看，其实咱就真知影讲北部甲南部即个速度拢无共款。我即马来甲算讲，伊嘛是100万人一天确诊的人是偌济的时阵咱嘛是踮遐看到讲北部新北、基隆、台北个桃园这四个，伊即马来甲差不多基隆上悬2天前是100万人有5000人，就是意思是讲1.5%的人，一天确诊1.5%的人，所以基隆差不多已经要到高峰啊。咱就知影讲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区伊行家己的路，是安怎安尼讲？即个病毒袂飞啦，伊袂讲对只飞去遐去甲你传染。病毒就是踮咧伊的附近传染，人传染互人。即摆咱就来甲看湘北，这有真侪一寡区域迄人口的密度足悬的啦。咱看这有真侪拢一个平方公里差不多2万以上，尤其咧新北市的位，迄拢连调的，就是中和、永和、土城、中和、永和、板桥、三重、泸州拢连调，佫跟大安区跟万华区也是拢连一大片，所以它有一个效应，就是讲，伊即摆踮咧遮的传染会真紧，所以咱即摆看到的这安尼上升的速度，就是拢就是遮的高密度的位即个城市内底，占较主要的部分。对。虽然咱即马唔知影讲确切是毋是安尼，但是这是真合理的推论就是讲双北的这个确诊的人数一定是集中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当然会扩散了但是因为即马咱的行为嘛改变啦，对不？踮咧厝工作，无出去食饭。即马要去所有的这什么国家剧院嘛关门啊，无就 cancel， 所以就是跨区的这个活动已经减真侪啊啦。所以咱就知影讲伊即马会起哩，所以到底是偌悬，咱就爱来看但是知影讲一个区100万人会超过8000人一天，会当8000人，是讲超过1%那个已经真厉害啊！你甲想看觅，一天传染一个大区内底1%，一个 percent 的人传染，安尼真悬啊！所以应该袂超过安尼。咱前几工有听到指挥中心讲，咱上悬会到20万一人，20万人。过一天20万人。对，但是我是感觉迄是估算是用全国来估算。你若全国2300万人，一天8000人，100万人，8000人就20万人啊。但是咱知影讲袂讲同时到达高峰。都是大家区域人口的密度无悬，速度就无共款。咱看即个下面遮咱这用6度来看台中、台南加迄个台中、台南、高雄，拢咧下面遮。佫真平的一个曲线起来，真平。即摆咱看到最主要的数字就是北部的，所以即阵咱是上重要的是啥物款？咱上重要的是讲，咱来甲咱的资源放在北区，北区的这四个这个地方的这个防疫的人员团队县市地方的这个首长爱甲中央密切合作，这足重要，因为这就是咱疫情的上头前啊。即马人大家都咧讲，咱唱衰，咱讲偌济人会死安怎。你想看觅，即马的疫情就是本来逐工拢咧增加着无？对。当然人数死亡的人数会增加，但是咱甲看，伊若无超过一个比例，咱若真努力来预防这
群聚的感染，就是讲长照中心。是，咱来预防这个，袂讲一个老人同时需要病房。吼，这是真重要的。啊，佫一个就是讲吼，咱爱甲迄个所有的住喺病院的人吼，甲看好势。你若好啊吼，你若5天平均5天，你若好势啊吼，健康起来，就紧转去，把迄个床位留出来。1.5万人，就是算讲一个人平均5天的时阵，啊，伊即马的重症来比较，中重症来算的时阵吼。你就知影讲，一天10万人的时阵，但是真重要就是讲，咱10万人的时阵，毋是干那1万1.5万的这个床位，全台湾，迄是最重要的。即马是上济拢咧双倍，所以咱爱用即款袂使用平均的方式来想，一定爱看每一个地区，伊即马咧倒位，所以双倍未来1礼拜甲10天。真重要，伊即马这人吼一定会过去哩。虽然我是咧讲，大家行为吼，大家已经拢无出去佚佗啊，无去郊游，可能会较慢落来。但是伊嘛是还佫直直去哩啦。因为这个病毒吼，互伊想，互伊叫伊无，其实无可能啦。所以伊即马踮咧遮人口真密度真悬的位，伊一定会直直传染的。所以这就是爱特别注意的时阵。即马我定定看讲，咱的地方的这个地方的首长甲中央意见拢无合，大家咧讲来讲去，最重要就是爱合作。即阵就是一定爱合作，甲应该做的代志，斗阵甲做好势。咱上尾啊吼，毋是咧管讲确诊的偌济人，咱上尾啊要来看，敢若一个数字，就是你超额死亡数偌济。超额死亡数就是超过咱的估计。超过咱的估计，因为本来每一天拢有人会死去，对无？啊，每一年嘛一定咱拢看10大死因，一定拢有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吼，一定有一个数字，所以会超过偌济，这是上重要的。过去的2年吼，咱甲全世界比，咱是负成长的，吼，2020、2021，咱是负成长的。所以今年咱来看，咱即卖会安怎做，这是上重要的。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代志，就是咱大家拢爱努力，吼，来甲即个死亡降到上低。是，何炳峰老师讲到一个数字吼，真重要，就是讲一天感染1%的人就真侪，因为咱讲可能会有20%的人来感染到这个奥密克戎的病毒吼，那是一天感染1%，就是20天就会到尽崩吼，咱爱了解到，总是人口密度无共的所在，伊的速度嘛无共。咱所来请教叶医师吼，咱讲到这个共存啊，逐天遮侪人在确诊吼，咱需要意一个问题，就是讲老大人的注射率吼，叶医师一直咧讲，咱台湾的老大人的注射率还无够吼，照英国的做法吼，因是安怎甲遮的可能嘛是无法度出门啊，也是讲无方便的老大人注着预防针的。英国的制度是有这家庭医师、家庭的这医师的制度，每一个家庭医师都会使去照顾因的厝边的这的病人。所以你当无法度出门去看医生，医生会去甲你看，所以你嘛免烦恼。对，因为制度是安尼，所以在是大人拍拢无啥物大的问题。想要拍一定会使拍互有诶，对。即马台湾的问题就是，阮即马的这个第一剂也是无啥够啦，差不多要80%的第一剂。这是老大人的第一剂。75岁以上的老大人，但是英国伫咧足早以前的都第一波都拍到90%以上啊。所以新加坡嘛差不多90%，纽西兰都超过这95%，这是阮台湾即马应该爱较注意的。迄英国迄媒体讲的迄个代志，死亡率的问题，就一部分嘛是咧讲这个，讲这个其实阮真正爱较注意的，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因讲这个死亡的人会足侪，这用香港的这标准来看台湾，这个部分我是无同意的。是。好，咱即马嘛来邀请金健康洪素卿总经理吼，所来就来请教洪总经理啊。最近确诊人数一直增加吼，逐天嘛有即个动静
死亡甲重症的这个病例。啊，咱来讲老大人吼，若是较无注预防针、无注吼满吼，就较容易中重症啊。在你的资料内底，敢有看到讲最近老大人受到这个疫情的攻击吼，死亡率来提悬，还是讲有侪的都爱住院的这个状况咧？咱即摆看咱台湾即摆一个较好的现象是讲，咱即摆较近的人内底吼，也是少年人较侪。哦。咱差不多95%到97%吼，是咱50岁以下这人，所以咱是少年人是较近的大部分，即摆是咱看起来无真侪死亡、无真侪重症的真重要一个原因。可是你啊，详细个看即个中重症还是死亡的人内底，确实65岁以上的是占差不多。7-8成以上，就是讲，共款这死亡重症，就是咱老大人才讲风险较悬，所以这是即马看到的现象。啊，就是像对叶医师来讲，咱即马是从烦恼就是讲，咱确实有20%的老大人也未去连第一档都也未注意预防针，这是真危险的部分。因为你眼看吼，咱较近的人会愈来愈侪，咱眼看这几工吼，其实包括急诊。不只是急诊，连住院的这个专责病房吼，伊的护理师嘛咧讲咱即摆吼人力是无够的。咱进前吼，讲咱专责病房啊，护理师甲病人的比例是1:5，一个护理师照顾5个病人，好，这专责病房，到后变1:10。吼，一个人照顾10个人，伊讲可是呢，到尾即摆愈来愈侪人请假，他有当时晚班吼，较暗时顾的时阵是1:12，你知吼？这个 COVID-19 吼，伊本身这个镜头吼，伊的死亡率有当时甲这个照顾咱医疗吼，这个细致的程度嘛是有关系，因为其实伊就是抗病毒药物嘛，啊到后壁就是一寡你安怎互伊充足的给养啊，支持的给法，啊就讲，我即摆1:12，后摆可能佫较差的，为虾米？因为咱即届Omicron 的情形吼是讲，不只是病人多。因为咱社区吼阳性来感染的人愈来愈侪，所以连医护这个人吼感染的人嘛变侪，所以有当时医生嘛是较紧啊，护理师嘛较紧啊。有一个朋友就讲，阮这个单位吼，今仔日啦，有人是较紧的，有人是因后生较紧，所以留喺厝的顾囡仔，一时就减7个人。一个单位减7个人就真严重，所以即摆未来的问题种，咱较紧人愈来愈侪。咱护理的人力吼，就变成愈来愈拉紧包的情形吼。总啊，咱种症这老岁仔人，咱若阁无过要拍疫苗入来，咱无办法第一时间吼，互伊这抗病毒药物。那有可能咱就要预测讲这中重度的情况就较无乐观。所以接下来咱爱做的代志就是讲，除了较积极的方面，就是讲咱即摆20%无做的，咱哪甲伊做起来？是。第二个讲，准讲也无做的，咱知影进前吼，伫香港伊有做一个研究，伊就去统计讲吼，伊嘛是足侪老人无做，伊比咱搁较侪啦，因差不多1/3有做完尔啦，做完啊2/3是无做完，所以因才死亡率遮尔悬嘛吼，咱无遮尔严重。啊，可是所以因迄当中讲，遮尔侪老岁人无咧注预防针，即马要安怎？所以有做一件代志，因真早嘛是买这抗病毒的药物，真早就买入来，买入了后，所以即马无做预防针，伊是老大人，伊即马感染。5天内底减互伊即个抗病毒的药物，伊发觉讲吼，即个死亡的风险，正讲2种药物拢会很显著的降低。所以咱未来如果针对咱这总共也无做预防针这人，如何当第一时间用较紧，第一时间互伊即个用药，这真重要。所以这考验咱老大人的心态哦。你若阁无做预防针，阁无迄个啥？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伊讲伊拄着一个情形啦，伊家己啊就是发烧无爽快，伊就讲这个时间安尼怪怪，伊就用快筛试看卖，一试就2条线嘛，2条线就去病院，过来 PCR 就阳性啦。啊，较紧就转来讲啊，阮母啊，甲阮阿嬷甲住房间，啊，因进前看感觉嘛有感冒呢。伊甲想讲，叫我无去其他所在，我哪会阳性？因进前迄感实在是感冒尔。伊就讲，恁2个人即摆甲我共住嘛吼，恁2个嘛爱快筛，2个快筛拢2条线。是哦，因母啊，甲因阿嬷拢足生气的呢。伊讲，你看，你阿莫甲阮快筛，阮拢无代志啊。快筛阮就较紧啊。所以怎啊，咱这个老大人用这个心态讲啊，我拢莫快筛，
我即马想无办法卖去，安尼嘛有可能去影响你第一时间延防治疗的机会。是总经理，你讲到这吼，咱拄好来看吼。为今仔日开始吼，湘北家人桃园吼，有8大超商的通路拢开始卖这个无徛名册的快筛。这个4大通路以及美廉社啦、屈臣氏、全联啦、康士美啦，遮的通路吼，拢有在卖自费的快筛剂吼。咱看到宝雅啦、大良啊、爱美啊，遮伊嘛有共款，嘛有卖快筛剂，因是卖180到220吼。遮的8大通路的是卖阿培啦，因是一剂180块，无需要健保卡，一个人敢若会当买一剂，这嘛是一个量能的问题。不过咱爱来请教何老师吼，拄则总经理甲叶医师拢有讲到这个量能的问题，尤其是总经理讲到讲，即马急诊吼是大家拢钱伫遐吼。不过咱何老师有讲到啊，人口的密度无共的所在，伊的这个确诊的发展的速度嘛无共。也就是讲，若是翻头过来讲吼，就是讲各所在的医疗的量能吼，嘛是无共哦，就是确诊人数较少的所在，就是会较灵嘛吼。咱安怎来运用这个各所在无共款的这个医疗量来补迄个空呢？这吼，迄人口的密度吼，甲这有关系，是我的合理的猜测啦吼。我是感觉，因为即马大家拢无咧看无咧看讲到底确诊的人是伫咧倒位。我会记得 SARS 出现的时阵，我的学生就踮遐逐工踮遐话讲啊，即马人咧倒位，人咧倒位，啊，你著台湾的地图摕出来，你著看人愈济位，迄点就愈济。啊，即马我感觉真重要的就是咱有需要来做即个代志，咱来比一个例，就是讲吼，比如说那阵啊讲咱万华吼。艋舺人真济吼，就阵啊讲遐病人真济。啊，即摆一个少年人想讲啊，我有镜头，我要来快筛，我快筛阳性的时阵，我需要去 PCR 的时阵，伊家己会当走来走去，伊就开一个车去，比如说来3种，吼，来。这边人就无遐济啊！你若有迄个资料的时阵，人就会使每一个人就会使来帮忙贡献，讲吼，咱莫过去挤啊！吼，迄人已经真济位，迄个人吼，病人确诊的人啊，真济老大人，咱就爱甲迄个位吼，拢留，甲所有的资源拢留的吼，有上需要的，这是足重要。啊，即摆讲每一个人要买一剂，嘛是共款啊！我就一直讲吼，有镜头的人就要紧来快筛。是。你厝的若有，你甲有高风险的人带做伙，有时大人，有细汉囡仔，袂当注意放射的囡仔。你袂使，你就尽量讲，莫甲病毒带转去厝的时阵，你家己无镜头，你嘛会使定期的快筛吼，你就袂甲病毒带转去厝。啊，其他的时间就是讲有镜头再来快筛，因为无镜头你就毋免去做遐无需要的代志。所以咱安尼嘛会当甲量能甲伊摕出来。所以我是感觉建议吼，咱。地方迄是地方的即个政府就已经有遮个资料，因为伊一定知影讲即个确诊的人是。确诊者集中是啥物？住咧倒位，咱毋免真详细的讲地址，讲甲几号几，咱就敢讲哪一区就差不多，你就会当画出来，你就知影讲吼，你即马人拢咧倒位。我猜一定是踮个人口密度足悬的位啦。一定是，因为即摆反映的就是讲，即个县市吼，人口密度的迄个高的迄个地区较济，即摆人就较济，双北较济就是一个原因。所以所以这应该是吼，爱用即个资料来甲咱帮忙。因为一点点啊，就敢若讲的，咱会当吼早12点钟久，甲即个高风险的人确诊出来，紧甲伊互伊药啊。毋是，比等12点钟佫较好，迄个上重要的黄金的时间嘛，对无？你拄确诊的时阵，病毒就一直咧踮咧你的喉咙咧繁殖，啊，你就紧靠药啊的时阵，毋是较好。这就是机会安尼，每一个位咱大家拢来努力，还该互伊上好的机会。因为佫讲一遍，上尾啊，要看的敢若一个数字，上少的。
超额死亡，是，咱就是要即个死亡要来甲压甲上低，啊，每一个人拢爱来帮忙。你若健康的人，你就甲所有的资源拢留互有需要的，咱家己就家己来处理，这是上重要的。是，何美芳老师所讲的这个资料吼，都是统计确诊者吼集中是啥物所在的这个资料，唔是要互咱来看到讲啊，啥物所在较危险，唔是，是互咱看到这个资料，知影讲啥物所在确诊者较少，伊的医疗量能可能会较零，咱会当来去遐得到妥善的治疗，来降低咱的中重症甲死亡率吼。即马防疫的措施渐渐在放零，学校的规定嘛有改变，咱来看报道。中央8号开始实施停课新标准。高中和高中确诊个案学生的座位就讲高同学，需要实施3天的防疫假，其他的学生无停课。但针对这个部分，台中市政府经讨论，无要对进中央的做法，高中和高中同款停课3天，兼顾学生的受教权，还有老师在实施混成教学的不方便，所以台中市基本上在高中及国中的部分，我们还是决定采取较严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高中及国中。只要班上有确诊者，那他的全班学生及导师也是暂停实体授课3天。至于云林县政府就宣布取消原本原来停课的办法，为8号开始依照教育部公告校园停课的新标准办理。但希望中央除了提供各高中就讲各学生的快筛试剂以外，会当提供甘班有需要学生来使用，也就是其他的同学哈，教育部就不提供了哈。那所以这个部分哈，因为现在我们大概都是由国家队哈分配的这个快筛剂的哈，那我们也没有这样多余的这个能量哈，再去买其他的快筛剂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中央的指挥中心还是我们的教育部如果可以同步给予快筛剂来确保我们孩子的安全。依据我们学校的本身的状况来做微调，因为在我们办法里面是针对该班级的学生，那以我们学校来讲，我们会有混龄跟共同活动的部分。文管我们表示，但云林县内有部分的小学学生人数较少，真侪课程和活动拢是混龄教学，嘛交由学校讨论微调相关的停课规定，希望会当在受教权和防疫下，让囡仔快乐佮安全的学习环境。记者文雄台中云林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吼，这个学校的规定吼，有一个上重要的参考点，就是确诊者确诊的前2天内吼，有去学校无？若有，国校甲幼儿园吼是全班暂停实体上课3天，若是国中、高中甲补习班吼，是用这个确诊者的座位4位吼，咱拄则讲的头前后壁2边安尼4个，车头前、车后壁各4个，拢总8个人吼。这8个人才是密切接触者吼，停止到学校上课毋过安尼是取消全班拢暂停实体的课程吼，这个规定是取消。若是学校的这个课程社团有喙炎摕落来吼，有直接超过15分钟吼，就是讲有3天的防疫的假期吼，停止到学校。伫大学咧，大学取消全校的暂停实体课程的规定。出现确诊者，若是确诊前2日有到学校吼，就是用这个甲学生沟通了后，会当线顶教学来到这个学期的期末吼，咱看到国校、幼儿园、国中、高中吼，若是出现确诊者吼，需要快筛，就是学校提供一人一剂的快筛剂啦。不过，地方政府甲中央的规定有小可无同，台中市的教育局吼，嘛是维持讲，若是出现确诊者，国中、高中全班拢暂停实体的上课。高雄市吼是增加一剂快筛剂。咱先来请教洪总经理吼，这上受到批评的，就是这个4位8个人吼，匡列这个密切接触者，这有一个问题，咱知影吼，学生囡仔伫学校吼。伊袂一天到尾拢停伫伊的座位面顶嘛，伊会四界去嘛，伊会去买物件，也是讲出校门，甚至是出校门去买便当吼。即款的状况，咱随便甲即个边仔8个人拢控制起来，毋过安尼敢有降低风险呢？其实我嘛是无啥了解即个改变即个到底伊是啥物款的想法啦。第一部分是讲，春讲
伊感觉讲咱，因为咱希望用尽量去维持讲，大家用去学校上课，所以讲总共也无讲安尼真正密切接触的这个人，咱会用去莫讲叫伊转去厝内底。可是问题是，你肯看伊国小甲迄幼儿园，伊嘛无安尼做嘛吼，因为全面拢迄落。啊，可你知影对家长来讲吼，倒一个较麻烦，你知影？国小跟幼儿园，因为国小跟幼儿园啊，伊吼即摆会当厝的吼，家长就爱请假。所以你照道理讲，你即马加爱这高中还大学的吼，因免讲卖全班拢停课啊，互因部分的人用维持讲去学校读册。啊，这个人拄好是因来停课，其实家长无在厝的嘛，无啥要紧，因为伊用家己会晓弄物仔食，你嘛免惊伊就厝咱啊。所以为家长的这个角度来看，我感觉唔知影要安怎先安怎做，嘿啊，需要讲唔免全班还是全校。对啊，可能伊的想法是讲啊，因为国小甲幼儿园因无注这个预防车啦，所以想讲总共啊有人确诊，咱就还是拢转去较方便。啊，总共安尼，你干脆国中甲高中甲大学，其实有转去甲无转去，我感觉无差，因为其实你用电脑伫厝诶上课，也是去甲学校上课。对这个囡仔来讲，我家己讲，阮朋友因厝的情形啦，这国中啊、高中啊、大学啊，我踮厝的上课足痛的呢，因为因感觉迄个较自由，你知影吼？其实我的学生、大学生嘛是共款。是，其实对因来讲吼，第一对这学生来讲，伊讲我踮厝的上课无啥物无好啊。第二个，对家长来讲，这囡仔伫厝的上课，因较无遐烦恼，因为无像幼囡仔安尼爱踮厝的顾。所以，咱即马我爱讲，像你拄仔讲的，讲确实啦，这个人伫厝的，比如说伊咧食物的时阵，因是总共是毋是拢乖乖拢伫家己的位食物啊？总共伊啊食物的时阵是乖乖拢伫位的位食物啊。啊，确实，因为这四周围这个人是较接近，啊有脱脱喙暗，啊较长时间的接触，因确实是较危险。可是总共伊啊，中昼休困出去嘛是有迄落安尼。不止这9个人，这8个人会就接触到啊，所以我嘛是这个改变，我用讲，我用了解为什么一个是我地方的政府讲啊，莫麻烦，大家拢安尼共款，总共咱这班内底有人确诊，咱就转去上课。是，好，咱来请教叶医师吼，咱知影讲，咱较烦恼幼儿园甲国校的囡仔，是因为较细汉的囡仔吼无注预防针。不过咱知影囡仔人。其实嘛是有分2种，咱知影真正幼囡仔胃到病毒是较危险吼。毋过较大汉的囡仔，若是得到这个病毒，通常嘛是共款吼，袂讲足严重。啊，迄个分界是伫几岁较确实的。对阮较详细来分，其实爱分咧健康的囡仔甲无健康的囡仔。无健康的囡仔伊的风险是足悬。但是健康的囡仔的英国，咧Alpha以后拢无咧停学。啊，学校是继续咧这个上学，啊囡仔是会使继续去学校来上课，对啊，当然大学生嘛是共款的，继续咧进行这个上课啊，因爱做啥就做啥，对，但是因为一个制度是较无共的，因是囡仔人甲这个学生吼，每一个礼拜拢爱快筛2届，你若有快筛到阳性，啊你就爱。伫厝内隔离5天，啊快筛2届阴性，再搁转来，啊所以因是做法是安尼，用快筛来取代这个隔离，啊搁好好来听下。是，好，观众朋友啊，咱继续来看吼。咱拄则讲的是学校，若是办公室的规定是安怎吼？办公室若是出现确诊者吼，即摆办公室内底无密切接触者吼，无搁隔离哦，啊总是有分2种啦。一个是高风险，一个是低风险吼。高风险是啥物咧？就是你甲你的同事吼，若是无适当的防护，就是喙暗藏落来吼，若有直接超过15分钟，这就是高风险。啊，高风险若是你的同事有确诊，就分做3个状况啦。就是讲你若有症状，你就快筛；你若无症状，总是你有完整注预防针吼，就是健康检测7天。无症状啊，你嘛无完整注预防针吼，你就需要隔离吼，也是讲居家来上班3天了后，
一两日你就爱做快筛，若是阴性会当去上班，安尼爱7天的时间吼。若是讲低风险吼，你就有症状你就快筛，无症状你就正常来上班吼。咱来请教何老师吼，这款的安排，咱会当甲理解讲后一步？就是讲，咱真正要共存啊，若是确诊啊，也是讲你是高风险的接触者，嘛无需要遐麻烦，会当讲免搁隔离，还是讲注意家己身体状况安尼就好。看起来是安尼啦，像拄啊吼，即个黄总经理有咧讲吼，九成、8成、9成，拢嘛是少年人，少年人就是即个上班的嘛。是。就所以这上班的，就是讲因较少年，吼拢预防线嘛，治疗袂歹，吼即嘛伊高风若传染着，伊是真风险重症的风险是真低。所以其实是无意思，就是讲无咧甲你管啦，就是讲互咱正常，咱互大家正常上班、正常生活的意思，就是对这个。就是讲健康的人开始啦，当然伊遮分讲高风险的，就是高风险、低风险。其实家己若遮有一寡人是因为家己的身体较无遐健康的时阵，伊就爱特别注意，伊就较努力来快筛一下吼，伊也是来注意家己的镜头，因为咱知影 Omicron 吼出现的镜头吼，通常你无啥知影吼，就是讲。就是因为你有人确诊啊，即马来看讲，哦，你嘛是有传染着的时阵，伊才会去想讲啊，我前2天前我脑痒的吼，尿还是安怎？所以有的镜头是真低，所以你若是家己有慢性病的人吼，还是你是食薰的人吼，这拢是若得了病的高风险。你若家己无注意防下，就只讲无镜头，你嘛是爱家己注意。主要是咧，你家己注意，你会破病袂？家己注意咧有咧传染无？若有的时阵，你就爱来去找医疗的即个病所来甲你帮忙。所以这是一个想法，就是讲咱行吼往正常的路来行的一个开始啦。是好。即摆确诊者吼是愈来愈多，确诊了后，就需要得到治疗啊，嘛需要退药啊，这个问题吼，咱先来看一个报道。台北市针对新注册的儿童防疫进门诊，为初九开始，逐天开放12点钟，甲18岁以下囡仔甲青少年服务。若是有符合包括发烧、居家隔离、捌甲确诊者有接触，或者是有呼吸道等等的症状，拢会当去予医生看。副市长黄珊珊去联合病院视察的时阵，发现讲，透早就有真侪无预约的民众直接走来。请大家先上网预约，然后耐心的等候，我们会尽量再开更多的量能来这边来因应，因为我们知道小朋友最近的状况比较多，所以我们这边会再继续开，也会协调其他各大医院来开亲子的门诊。疫情即马要小白体，加上指挥中心宣布唔免扣列隔离共一个工课场的同事，有医护人员就烦恼讲，工课场群聚的风险敢若会愈来愈悬，恐惊会予医疗量能崩盘。有第一线医师为目前台湾疫情变化来推估，到5月底每一天至少会有30万人确诊。不过台湾敢若传70万份抗病毒的药啊，到时恐惊百面会真欠缺。若有抗病毒药品的不足，重症个案将会增加，医疗的量能将会受到挑战，尤其是慢2个星期才到达高峰的中南部县市，将会更严重。医疗病的理事长林炳宏医师建议中央，爱赶紧把新冠肺炎降做是第4类的传染病，而且定调更较侪退休的医护人员来斗骹手，才真正会当确保医疗量能。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抗病毒的药啊！吼，咱所在有一种抗病毒的药啊，叫做瑞德西韦啦。这个瑞德西韦吼是爱注射，就是讲你吊大肠的时阵，可能会放伫内底吼。另外嘛有2种口服药，一种叫做Paxlovid。这个 Paxlovid 吼，伊的使用条件是讲，你着爱12岁以上，你的体重爱较侪40公斤吼，你无用这个上素，而且是发病5天内吼会当使用
咱的资料是讲，有新因的负责人掠外啦，另外就是有一个木叶皮拉韦的口服药吼，伊是18岁以上共款，你若是无用算数发病5天内吼，而且你无法度使用其他建议的药吼，会当嘛是共款有新因的负责人掠外，会当来使用。啥物款的人就爱使用这个口服药咧，就是年岁较大，65岁，也是你有癌、糖尿病，也是慢性的肾病气劳、慢性的肝病，也是讲你有心血筋下遮的病吼，会需要食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口服药吼。咱先来请教何美香老师吼，这两种药使用的时机，拢是遮的高风险的人吼，也就是讲，敢会当来讲，你若是得着病毒，总是你轻症，你嘛无一定会摕到这款药敢毋是？你若高，就是低风险的人吼，你风险真低的人吼，你可能就摕袂到。你少年，你拢无啥物病，吼，无啥物慢性病。遮还有包括吼，还有你若伤肥，吼，你的 BMI 30以上，吼，你若咧是食薰的人，吼，这拢爱注意。虽然咱是无鼓励人去食薰，迄是应该鼓励大家拢爱戒烟啦，吼。但是咱嘛知影食薰的人嘛是一个高风险的。即马就是讲吼，所有的药拢是即个制造厂商吼，伊拢有根据伊做的即个实验吼，来甲你讲会当安怎用。所以莫纳皮拉瑞吼，就踮咧动物实验的时阵，互迄个怀孕的即个动物吼，确实有看到畸形吼，迄囡仔就是对，所以一定这就是讲袂使用，无建议你用。但是 Paxlovid 是讲我无资料。并是讲我袂当用吼，但是所以即卖 Paxlovid 因为伊的效果是较好啦吼，伊的即个整个大家对伊的了解，因为内底有两个成分吼，了解蛮清楚的啦吼，所以像英国吼，就建议讲怀孕的人会使食吼，伊是安怎会比迄个瑞德西韦较好呢？瑞德西韦就是讲你怀孕的前面的1/3的。拢无资料，人嘛无资料，动物嘛无资料，吼，所以但是 Paxlovid 呢有动物的资料，动物的资料讲我安怎用拢好，拢无关系。是，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讲，可能 Paxlovid 是搁一个较好的药啊。虽然迄毋是，迄叫做 off-label use， 就是讲仿单外使用，吼，仿单外的即个使用，医生会当来做一个注意。所以我有建议讲，咱的指挥中心吼，找即个妇产科的医师吼，大家来做一个建议，有一个指引讲妇产科会当用，因为英国有做一个真好的文献的探讨，真清楚吼。我有放在我的脸书顶头，互大家去看吼。那个就是很清楚讲，可能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吼，所以。这主要就是安尼，所以咱即马咱有70万对无？咱70万人济，大家拢咧问我讲70万人济有够啊无够？咱想看觅，咱预期吼，偌济人会去传染着？2300万人，可能10%，吼，有镜头。250万。对，咱即马70万的是1/3，咱逐工看确诊的人，中重症的比例偌济？咱就知影讲1/3应该是有够啦，咱若好好来用吼，应该即个时间是有够啦。但是嘛是爱讲，我今仔日有问王必胜讲有搁咧买无？伊讲有搁咧买啊，因为咱冬天到的时，嘛是搁另外一波要搁爱有即个需要，所以有搁咧买。大家毋通一直讲。互大家安尼真焦虑吼，大家一直讲政府无能无够，买药啊无够，莫直直讲遐个。咱家己来算看嘛，就知影讲70万剂，应该即马是会使算讲有够，伊即个即马即个情景应该是有够，但是伊爱搁去买是毋对，无毋对啦。是好讲到毋免烦恼吼，咱看到媒体人。
陈文茜吼，伊可能是真烦恼，因为伊有讲一个代志，伊甲林世璧医师吼在烧钱哦，因为陈文茜讲吼，伫美国吼，你若是确诊，你甲医师吼伫线顶来看诊了后，即个药单就送到连锁的药房啦。咱伫美国就知影 CVS、Walgreens 还是讲 Walmart 啊，即款的方式吼，对陈文茜来讲吼，就是咱台湾做无够的意思啦。不过，代林世璧医师讲吼，这是互大家加烦恼的尔，因为咱唔通掠做讲所有的人若是确诊，拢着爱摕到这个抗病毒的药啊吼。咱来请教叶医师，大先咱来讲这个抗病毒的药啊，伊拢有伫这个发镜头5天内，也就是讲伊是针对病毒，唔是伫压你的镜头，敢毋是安尼？另外就是讲，林世璧医师所讲的嘛是真正确嘛。无是，就是讲无需要大家拢去摕到这个口服药，敢毋是？对。所以临床试验是掠两组来比较，一组是有镜头3天来用这个药啊，甲一个组是有镜头的5天来看这个药啊，两个的这个有效的结果是差不多，差不多88%、89%，对。但是真正毋是每一个人都爱用这个药啊。咱来看英国的建议吼，假是因会使选的药啊，两种是食的药啊，也是有一种是用煮的，对。来看这个条件，你4个条件你拢爱有哦。即话，倒是个4个咧，你爱确诊但是你爱是有镜头的确诊，对，确诊有镜头，你爱10个机会以上，搁有你爱是高风险的这个族群，加度来看，这是虾米的高风险，每一个国家高风险的选的拢小可会无共，但是大部分拢差不多，所以台湾甲英国的甲美国。嘛是差不多，美国我嘛有去看迄 CDC 的 guidance 是安怎写的，伊嘛是差不多这种的方法来做，所以唔是每一个确诊的人拢会使用药啊。是。哦，安尼，咱转来请教侯美香老师吼，咱讲遮的药啊是咧压病毒，若是发镜头5天了后，搁轻症，我会记你老师有捌解说过，就是讲，迄个时阵的药啊，就是要压迄个症状，毋是针对病毒。也就是讲，迄个时阵用的药啊，就无一定爱这个 COVID 的特效药，敢毋是？对啊，但是你若过5天了，你的镜头无恶化，吼，可能有较好的时，就表示讲你因为 COVID 吼，这个19拢是对上呼吸道开始嘛，所以你即马就是。英国迄个老的英国遐病毒吼，咱真清楚就是讲，差不多你传染发镜头5天到7天以后，会好的人就好起来啊，袂好的人就佫愈来愈无好。迄个时阵，你的迄个肺炎就愈来愈严重，你就用别款的药啊，就亲像讲咱嘛有清冠1号的一个。咱的中药清冠1号的一个选择的时阵，清冠1号就逐项拢有内底嘛有抗病毒的，嘛有抗发炎，就拢会使用吼。所以你若讲时间过去了吼，你嘛会使用清冠1号或者清冠2号吼，伊迄嘛是甲重症有较关系啦吼。所以迄嘛是另外一个选择啦。所以你一定你若抗病毒一定是愈早愈好，就像我拄仔咧讲吼，你就爱。去争取吼，迄个不管是偌济半工还是1天吼，愈早互伊愈好用。快筛的重要性就是。快筛的重要性但是咱嘛爱甲咱的资源吼用的应该用的啦。我一直是咧讲吼，大家毋好一直去抢吼，一直咧真安尼真焦虑，讲我一定要有快筛咧抢的。其实吼，你有镜头再来，即马拢买有啊，对无？你即马拢有得买啊，毋是拢无得买啊。是。好，咱来请教总经理吼，就你的了解，咱的民众敢有理解到讲，若是确诊，无一定爱食这款的口服药啊，以及你互民众啥物款的建议，若是确诊了后。因即摆有当时也无啥了解吼，我即摆互大家建议就是讲，差不多5月12号开始吼，就是讲有3款人嘛，就是讲你是居隔，还是自我防疫，还是居检，这期间这3款人，伊总共快筛阳性。就是你用开你的手机，吼，用不管你是用倒一种软体，
甲这个医生用视讯诊疗的方式，啊，就甲你讲问看卖，你看这几个人啊，你快筛是阳性的，安尼你用确诊，啊，确诊了吼，其实吼，照你讲，你总共有啥物无爽快？比如讲，即马同齐镜头是哪喉痛。哪喉痛，也是咳嗽，也是讲有小可发烧，也是流鼻水。啊，即马呢有差不多几种药啊。总共你来看是中医师，有当时因就直接互你处方就是迄个清冠1号。啊，如果西医师，有当时就即马差不多是3款药啊，就是一般就是种你也是少年人，啊，你就是这镜头较轻的，可能是讲哪喉痛的药啊，止痛消炎药，也是一寡鼻炎的药。啊，我一个朋友伊嘛是安尼啊，伊就是快筛。2条线了后，伊就开车，因为即摆是台北有即个车来数嘛，对，啊就讲伊就开车去，伊讲伊发觉车来数足方便的，因为差不多透早8点外去，无啥人，爱去了后呢，开始甲你检验做 PCR， 啊处理了后呢。伊因为有医生嘛，所以伊随时就甲你开药，就是开我拄仔讲是3种，就是哪喉痛的，啊鼻炎的，啊甲止痛消炎药，一般就是开这。啊，所以你厝也有这药啊，你就差不多传你，到时阵总讲你也离隔离期间有这镜头家己处理就好。啊，啥物时阵伊会开这新冠口服药互你呢？就是拄仔讲5天之内，啊你是高风险群，而且你毋是重症哦，吼，你也是。有镜头，可是你个无足严重的，才会高风险族群。啊，即摆的情形吼，就是讲有的人就讲啊，一定爱去病医才会摕嘛。那有的人总讲伊也确定，佮要互伊开这药啊，有当时人开迄电子处方间。对。电子处方间转去咱的社区的药局，吼，也是啥，嘛是用摕送药来因兜嘛是会使的。咱未来这会愈来愈方便。啊，可以同重要的是讲。你讲免讲啊，我是毋是无食到这新冠的口服药，就表示讲我感觉安尼我一定较无好？毋是，因为嘛毋是每一个人讲我高风险，我拢会用食这新冠的口服药。因为之前有讲到，像辉瑞这个啊，因为伊甲其他药的交互作用较济。哦。总讲你有痛风的，有人你食迄痛风的药啊，啊有一寡人可能有一寡精神疾病安眠药来食，啊有甚至有一寡抗癌药，伊可能有当时有高副作用哦。